加假拍的，台北市树林道民众检举有人违规停车，警察接到报案，介入现场，发觉讲确实有车停伫咧货车路轨停车格，也毋过这台车毋是一般的车，是一架囡仔驶的铁头米的车。车主特别咧查封玻璃打字条，写讲囡仔驶的车嘛是车，毋通乌白刷叮当。你有你的关门价，我嘛有我的跳墙法。警察无多开罚单，毋过会当依照废弃物清理法，甲车送去互清洁队。车主若来领车，会收到一张乌白蛋本数的罚单，罚6000，比违规停车罚搁较重。警察接到民众报案，有轿车违规停伫咧货车停车格，一到场取缔，却发现那是停一台囡仔佚佗车。8点多我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了，很好笑，应该是人家在开玩笑的吧。就是这台蓝色的 Mini Cooper 囡仔的佚佗车，16号一透早，互民众检举违规停车。车主搁伫咧车的头前打字条啊，写着 Mini Cooper 囡仔的佚佗车嘛是车，车毋通耍走，互警察看一个当场讲去。但是因为这毋是真的车，所以嘛无法度开罚单，只会当按照废弃物清理法联络清洁队来处理。他也贴嘛，请勿移走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摆明了。跟警察那边可能有一点有价物，或是怎么样，他可能会比较想要，那我们会多放个1-2天。那如果说他有来领，我们会还是会还人家啦。清洁队嘛无奈，讲头一遍拄到这种情形，怀疑是车主捌停车伫咧货车停车格互开单，这一回才会改停囡仔的佚佗车来创治。但这件代志看伫咧警察眼内是笑袂出来。以后车主若是要来讨车，可能就要按照乱弹本数，互开6000块的罚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